你好，我係1號分行阿心，今日同大家嚟到元朗站 Grand 1號睇一個4房1套連工人套房嘅單位，實用面積係907尺。我哋依家即刻入屋參觀。實用面積907尺，4房1套連工人套房。咁我哋嚟到呢個位置係單位嘅大門。好，我哋依家睇下呢個長方廳嘅客飯廳。呢邊客廳，由客廳望出去方向係向東，大露台，超級開揚。咁呢邊係飯廳。好，我哋依家入廚房。廚房係 U 型嘅設計，兩邊工作台。廚房係超級闊落氣，非常好用啦。跟住工人套房，工人房呢邊仲設有工作平台，望到後海灣海景啊！咁啊，工人浴室啦。好，我哋依家入休息區。首先嚟到第一間睡房，望出去景觀方向係向東，超級開揚。第二間睡房。望出去嘅景觀，跟住嚟到主人套房，三邊落床主人房。咁望出去嘅景觀都係向東，呢邊係南啦。主人浴室設有浴室寶、浴缸嘅設計。跟住嚟到第三間睡房，哇！呢間睡房望出去景觀後海灣海景啊！咁最後嚟到浴室，呢個係客廁，設有浴室寶、浴缸嘅設計。好，依家單位睇完，有興趣嘅朋友請約我睇樓。